第20日，卡努里萬家。我哋最寶貴嘅天父，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我哋謙卑嚟到你面前，為尼日爾嘅卡努里萬家祈求。我哋要感謝宣教士已經將你嘅聖經翻譯成佢哋能夠明白嘅語言，並要感謝你，耶穌傳已經配上佢哋嘅語言。感謝主耶穌，你愛佢哋，並為佢哋喺十字架上流出你嘅寶血。親愛嘅主啊，我哋要為佢哋祈求，因為佢哋生活喺條件惡劣嘅土地上，而遭受各種嘅苦難。佢哋不僅要忍受乾旱、饑荒同貧困，而且仲要遭受當地恐怖分子博科聖地嘅摧殘。有啲人已經喪去佢哋嘅生命，而另一啲人則不得不逃離家園，成為難民。按着你嘅旨意、你嘅意願，我哋祈禱你繼續保護弱者同嗰啲無法保護自己、免受邪惡侵害嘅人。求你憐憫卡努里萬家呢個族群，通過佢哋喜愛用言語嚟教導人生課程，幫助佢哋認識所有嘅智慧都來自於我哋知道我哋主耶穌基督係邊個，以及去為我哋做咗啲乜嘢。只有當一個人願意跟隨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時候，先至得到真正嘅和平與希望。主啊，讓當地少許嘅基督徒喺佢哋周圍分別成為對主耶穌基督有信心嘅好榜樣。咁樣，卡努里萬家呢個族群亦都可以成為真心敬拜同追隨獨一真神嘅人。我哋咁樣祈求，係奉主耶穌基督寶貴大能嘅名字禱告。阿門。